大家好，每日為你報道最新消息。明星嘅情感生活一直都係大眾關注嘅焦點嚟嘅。近日一則關於陳法拉嘅消息就引發咗廣泛嘅熱議啦。二婚之後又離婚，陳法拉生咗二胎冇1年獨自攜子回港，網友們就紛紛猜測背後嘅真相。隨住呢件事情嘅發酵，陳法拉外籍老公嘅真正身份亦都被起底，諸多傳聞甚囂塵上。其中他被騙慘了嘅說法更加係吊足咗大家嘅胃口嘅。咁呢個背後究竟有住點樣嘅不為人知嘅故事呢？陳法拉第一段婚姻係同香港鼎鼎有名嘅 Neway 集團長子薛世恒。2008年正值事業上升期嘅陳法拉就同薛世恒行埋一齊啦。當時佢哋郎才女貌，十分登對，呢一段戀情都係備受外界嘅關注嘅。大家千祈唔好以為陳法拉係嗰種貪慕虛榮嘅女人，事實上佢根本就無意嫁入豪門，係薛世恒一直苦苦追求，甚至不惜一擲千金，只為博美人一笑。更加誇張嘅係，薛世恒為咗打動陳法拉，更加係拋低身份去陳法拉屋企打掃衛生添㗎。然而，由於陳法拉嘅事業處於關鍵時期，而且薛世恒作為豪門總裁，屋企人起初係反對佢哋兩個喺埋一齊㗎，所以兩個人就選擇唔對外公開關係啦。就算咁樣狗仔們都係捉拍到一啲佢哋喺埋一齊嘅畫面，消息就咁樣洩露咗出去啦。而當人哋以為佢哋係談戀愛嘅時候，其實佢哋兩個人已經靜靜雞結咗婚啦。但係因為陳法拉一直都不被薛世恒嘅屋企認可啦，所以呢場婚姻係冇舉行盛大嘅婚禮嘅。而喺婚後嘅日子入邊陳法拉喺事業一路上都係順風順水，多次係獲得獎項嘅。但係咁樣都未改變到奶奶對佢嘅態度。奶奶嘅嫌棄同埋薛家二少奶奶嘅嘲諷，令到陳法拉倍感壓力啊！佢唔願意陷入呢個豪門嘅勾心鬥角，只係想遠離呢啲紛爭。但係丈夫薛世恒就唔理解佢嘅隱忍啦。日積月累嘅矛盾令到兩個人都疲憊不堪嘅，而雪上加霜嘅係陳法拉一直都未為薛家生小朋友。喺呢個傳統觀念濃厚嘅豪門入邊呢個成為咗婚姻入邊一大痛點。最終呢一段豪門婚姻喺2013年以離婚收場嘅。而陳法拉都因為咁樣被諸多媒體嘲諷佢係為豪門棄婦。彼時嘅佢又唔單止失婚啦，仲啱啱同 TVB 解約添，可謂係陷入呢個人生嘅低谷。經歷咗第一段嘅婚姻失敗之後陳法拉就遠走美國繼續深造啦。喺學習同埋提升自己嘅過程入邊佢都迎嚟咗自己人生嘅新轉機。2016年喺美國研修戲劇嘅陳法拉同現任嘅丈夫司馬諾就喺紐約邂逅。司馬諾畢業於呢個哈佛大學，可以講一口流利嘅普通話。佢目前係某間公司嘅 CEO， 唔單止擁有巨額嘅身家，仲曾經喺2006年嘅時候擔任法國駐日本嘅外交官，可以話係年輕有為嘅。兩個人相識相戀之後感情係迅速升溫。2019年嘅5月18日，陳法拉就同司馬諾喺法國舉辦咗一場低調嘅婚禮啦。老公司馬諾更加係喺岳父岳母嘅面前承諾會照顧法拉一生一世。據說佢仲專門為咗陳法拉設計咗一款粉紅色嘅鑽戒，寓意住佢哋呢段浪漫堅韌嘅愛情幸福永遠。婚後嘅陳法拉逐漸淡出咗娛樂圈，同老公定居喺國外，過上一個肆意嘅生活嘅。2021年嘅2月14日情人節，陳法拉就喺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一家三口握手嘅照片，宣布生女嘅喜訊啦，升級成為三口之家嘅佢哋幸福美滿。而喺今年嘅3月8日，陳法拉又為司馬諾生下咗一個兒子，成為幸福嘅一家四口。從陳法拉日常嘅社交平台分享嘅生活點滴嚟睇，佢同司馬諾嘅婚姻生活係充滿咗甜蜜同埋溫馨嘅，一家人其樂融融，令到唔少人都羨慕不已嘅。然而，就喺大家都以為陳法拉揾到屬於自己幸福嘅時候，過上安穩美滿嘅生活，近期就傳出令人震驚嘅消息啦。陳法拉生二胎唔夠1年，竟然獨自攜子回港。據媒體報道就有人見到陳法拉拖住呢個嬰兒車，身邊只有年幼嘅兒子，就未見到佢老公司馬諾嘅身影。呢一個畫面被曝光之後瞬間係引發咗網民嘅熱議嘅，大家都紛紛猜測陳法拉同埋司馬諾嘅婚姻係咪出現咗問題呢？畢竟喺以往嘅印象入邊陳法拉同埋司馬諾一直都係十分恩愛嘅。如今咁樣嘅場景，難免令到人哋浮想聯翩。
有網友就猜測啦，陳法拉獨自攜子回港啦，可能係因為同老公嘅感情破裂，甚至有人斷言佢哋已經離婚。但係呢啲都只不過係猜測嚟嘅啫，冇一啲確定嘅證據。都有部分嘅網友認為可能係因為斯馬諾工作繁忙，冇辦法陪陳法拉返香港啫，又或者係屋企入邊臨時有其他嘅安排，不能一概而論。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陳法拉呢一個行為確實係打破咗大眾對佢婚姻生活嘅美好想象，令到呢段婚姻蒙上咗一層神秘嘅面紗。隨住陳法拉獨自攜港回港呢件事情嘅發酵，佢嘅外籍老公斯馬諾嘅真正身份都再次被大家關注同埋起底。斯馬諾畢業於哈佛大學，有住高學歷嘅光環加持，佢喺事業上面都頗有成就嘅，係某 App 同埋網頁平台嘅 CEO 以及創辦人。早年佢就喺巴黎綜合理工學院攻讀經濟學，後嚟又喺哈佛商院攻讀呢個 MBA 嘅課程，同陳法拉一樣係一個超級學霸。佢曾經擔任法國駐日本嘅外交官，精通英文同埋國語，咁樣嘅履歷堪稱優秀。然而喺一啲傳聞入邊就出現咗他被騙慘了咁樣嘅說法啦。有謠言就話陳法拉同埋斯馬諾結婚，或者係有住其他嘅目的，並唔係單純嘅愛情，甚至暗示陳法拉喺婚姻入邊有所隱瞞同埋有所欺騙。但係呢啲說法毫無根據，更加多嘅可能係一啲人喺度捕風捉影。從兩個人相識、相戀到結婚生仔嘅過程嚟睇，佢哋有住好多美好嘅回憶同埋情感嘅交融。陳法拉喺經歷咗第一段失敗嘅婚姻之後啦，對第二段嘅感情必然係會更加慎重同埋珍惜嘅。而斯馬諾可以喺眾多嘅追求者入邊脫穎而出，同陳法拉攜手行入呢個婚姻嘅殿堂，想必兩個人都係情投意合嘅。嗰啲毫無根據嘅謠言，更加多嘅係滿足咗部分人嘅獵奇心理。但係可能就會對陳法拉同埋斯馬諾嘅生活造成不必要嘅困擾啦。目前陳法拉獨自攜子回港後啦，並冇對自己嘅婚姻狀況作出任何嘅回應，呢度都令到外界猜測越演越烈。但係我哋可以睇得到陳法拉依個係保持住自己獨立嘅生活態度。佢喺演藝事業上面雖然逐漸已經淡出咗大眾嘅視野啦，但係偶爾都會出席一啲活動嘅。今年嘅6月6日，香港 TVB 前花旦陳法拉回港出席某活動，同韓國演員朴溏植一齊同台。當日嘅佢身着抹胸嘅長裙，佩戴住高端嘅頸鏈同埋耳環，整體看起身係十分貴氣㗎。生完二胎冇耐，身材就恢復得十分迅速啦，令人哋佩服。喺活動入邊佢透露曾經王家衛導演揾佢出演《繁花》女主角，因為唔識講上海話而錯失咗緣分。咁樣都表明陳法拉就算喺婚後其實都並冇完全放棄自己嘅演藝事業嘅，佢依然喺度尋找緊合適嘅機會。對於未來陳法拉嘅生活充滿咗不確定性。如果佢同斯馬諾嘅婚姻真係出現咗問題，咁佢將會面臨重新調整生活節奏、獨自撫養2個小朋友嘅挑戰。但係如果呢一場只不過係一場誤會，佢同斯馬諾嘅感情依然深厚，咁佢哋一家4口啦，或者會繼續過上幸福美滿嘅生活嘅。但係無論未來點樣都好啦，以陳法拉過往嘅經歷嚟睇，佢都有住足夠嘅勇氣同埋能力去面對生活入邊種種嘅困難。佢由豪門棄婦嘅低谷走出嚟，通過學習同埋努力，重新揾到自己嘅價值。陳法拉嘅情感故事啦，雖然係充滿咗曲折同埋波瀾，由豪門嘅婚姻失敗到二婚嘅幸福，再到如今引發咗離婚嘅猜測，每一段經歷啦都備受關注嘅。就喺呢個過程入邊啦，我哋都睇到佢喺婚姻入邊嘅無奈同埋堅持，亦都睇到佢喺生活入邊嘅勇氣同埋成長。而對於佢目前嘅婚姻狀況，冇一個確切嘅證據之前呢，我哋不妨係保持理性同埋客觀，給予佢更加多嘅空間同埋尊重。畢竟每個人嘅生活啦都係有複雜性嘅，明星都唔例外。希望法拉可以喺未來嘅日子入邊繼續綻放屬於自己嘅光芒。無論生活俾乜嘢挑戰都好啦，都可以從容應對，收穫真正嘅幸福。好啦，今日嘅故仔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嘅資訊，歡迎點讚訂閱我哋。